Never Night Dead and the Devil 係名畫家 Albert Durer 真跡，$50,000好抵㗎啦。今天的单词是 man， 它可以用作量词，就是元的意思。你都問你啊，等你一陣間有錢打電話報警啊！唔靠佢正話堅持住個演出，終於收到20蚊。咁你仲喊咩啊？你天后廟面前咁都收咗20蚊陀你，都似係揚名立萬嘅第一步。它也可以指蚊子。有蚊。你做咩啊？有蚊啊！有蚊？夠膽你飛埋嚟我心口度啦！我一錘打死你！它也可以用作动词，指用小火长时间的煮食物。我話佢兩句啫嘛，個衰人就偷咗我隻哮天犬去炆枝竹咯。你係邊鬼個啊？在下二郎神啊！炒你唔到啊，攞去炆，炆完再炸都仲得啊！